三冲，不需要对冲，再冲，三冲。各位先请坐，请坐下。按奖先。它有上下去。被后学杀掉，嗔恨心啊，恶心很重，我就堕到恶鬼道跟地狱道去。这一看就是300年的国，他们在那边受苦300年，300年后放出来，这3个冤欠就要来找谁？找后学算命对，算账然后就要讨命啊。那后学那时候就在台湾这辈子出生在那里，所以他们就开始找，300年到了就放出来开始找，从300年前后学归公的那一个村庄的地府，每个村庄有不一样的地府，比方说台中有台中的，台北有台北的地府，那个管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位不要以为阴曹地府只有一个，那个是有各地有没有不一样的，阴间跟我们这个只是差一个空间而已，都是同样的地点好，然后他们就从那边他那一辈子转世投胎到哪里，就去那边又问到最后一辈子已经在台湾了，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先两岸就通航到台湾来所以18年前他们就怎么样来台湾，就开始找后学要讨命，就这一找，他找了18年，找了足足18年，到最后到哪里呢？找到后学要讨命。18年当然就是后学18岁那一年，18岁那一年就好了。那结果18岁那一年，后学的姻缘也成熟了，后学求道了，然后后学求道之后就出佛堂，然后后学为什么可以求道呢？后学18岁那一年碰到300年前的那位老和尚，他一样怎么样领命考当主到道场来了，所以那位老和尚是后学这辈子的隐师。后学的老师是谁呢？村庄的那个村长、保长，就是后学这辈子的保师。所以各位姐姐，因保师关系不是1、2天的，不要以为说哎呀刚求道不久，只有10年的交情，其实后学跟因保是300年的交情所以各位姐姐，因保师真的要尊重这个都是很有缘的，没有缘大概不会是入这一个门。所以各位姐姐要知道求道我们觉得说因保师是不是随便好像乱抓？其实这中间没有缘哪有法子后学过去求道的因就是这样子然后乾隆又讲，他说他们找到你，原本就要怎么样？要讨命可是因为后学就做佛堂，那做佛堂之后，后学又很认真，很认真在道场上修道办道，跟前贤学习。那冤欠他们就跟在旁边，可是后学天天在佛堂就跟老师起誓杯我要去度哪一个人，然后就出去找人，天天就在佛前跟老师讲，老师我要去找哪一个人，哪一个人。结果呢，后学每次出去那个上面都有护法神跟着，为什么？因为后学要出去度人，所以护法神护你的愿。所以各位姐姐要记住你有什么愿，就有什么样的护法神。那不是说我是什么出身，我上辈子是什么时候碰上，那个无关。这样了解吧？有很多人都求他是某某人转世投胎，那个不可靠，要看他这辈子有没有愿。你是大菩萨、大佛祖，这辈子不修道不拜道一样成如所以各位姐姐要记清楚这个。虽然这样后学憋着一身孽债来的，可是我们这辈子发愿，我们
们愿意来度人学习这一件事，你看那个缘也就来了，你看仙佛一样助你的道。这样冤欠他们虽然找到你的人，但是只能在旁边等在等什么？功德回向不敢当，应该是等后学退道这个等机会，那在等什么呢？等护法神走，就是在等。所以后学大学一住就住4年，当兵2年，医院去开化，还真的可以开。后来退伍回来，刚开始在台北也没有儿子逃，回到彰化，结果后学怎么样？你看我们一时糊涂，认为修道要有经济基础办道要有经济能力结果就拼命赚钱了。你道场疏忽，这个护法神他们去住别人的道了，你这边很清闲，没什么好住的。所以呢，冤欠马上就来讨。冤欠讨，原本后学杀了3条人命，必须要怎样？一命还一命啊，哪有那么简单，对不对？所以原本后学说这辈子20几岁，脖子断掉，还第1命，下辈子还有下辈子再还第2个，3辈子还3条命。后学很可怜的，后学3辈子都会注定了，所以不修道不行的所以结果我先锋说了，可是因为上天念在你在道场上修道办道，还算是有点诚心了，所以让你3世的因果3日还。就是在医院这3天，让后学感受一下，然后把这是过去3辈子的这种因缘，这样把3个人的这种因缘了完。所以后学那时候才知道说，为什么在我们那边很旧的也要3天，来这边第一流的莫名其妙的怎么样3天？所以各位这是真的。我们自己真正碰到什么事情，你有发现转圜的余地好像没有，转来这边还是要受苦，没有第2句业力来，你自己多忏多感恩。所以上天也是这样，他说原本就是要3命，你要一命一命还，可是诸天仙佛帮后学求情了，后学很感恩。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后学对道并不是这么诚心了。如果说是很诚心的点燃师讲师，那当然仙佛附他的爱图，这个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认为是对的。可是他是已经怎么样？后学那时候是已经快不想接近道场，人事种种，已经觉得这个道也这样子，我们已经想要离开。仙佛有没有这样想？没有他看到你，这样子也是一个修行人，他就来救你。就后学有100多位仙佛帮后学去跟3个冤欠谈。各位想想，你看一个小后学何等能劳动这么多仙佛去谈？原来后学常常渡人，那我们渡人不是要表文吗？表文上面你饮吃饱吃，或者你挂饮饱吃，仙佛跟你就结一次什么善缘所以你真的有问题，仙佛接你的表文呈上去了，他当然就来帮你排解。所以常常渡人，其实冥冥之中广结善缘。那这中间也是我们的济公老师，也是帮后学跟冤欠慈悲。那后学是辗转得知，老师是去会冤欠。各位想想，这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我们自己去问问自己。我们大家当堂主、当讲师以来，你有没有为了哪一位后学招考，跪在佛前说那一个人就是业障都我来担？没有是起这种心。老师不一样，老师是求你还我徒儿一命跪冤欠。所以各位想想，你仔细去想，今天要你来当老师，是要去跟别人跪的，跟那一个人的在前人跪，你要不要当老师？我们会考虑可是老师跟我们老师讲，就是求道的，这一大事，老师就愿意了。当初我们师母有一条愿，可能大家不知道，师母的愿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徒儿的罪过后，就是师母的罪过错，她愿意帮我们担。所以各位，我们如果在修道办道，自己好像不严谨，或许觉得你要考虑的不是自己你要考虑的是诸天仙佛帮我们担多少，我们的前人、我们的点人师帮我们担多少。这个是题外话。可是
确实那时候是仙佛求情，让后学怎么样才有发生。可是冤欠他们很不高兴啊，说受了300年的心花，难道怎么样都不用他都不用受苦？仙翁说好，让他在怎么样医院受3天的苦，感受一下什么叫地狱道，什么叫恶道。所以啊，后学在医院每个时辰都要接受刀割喉咙之苦，要换药，好像刀拿割喉咙，让你知道堕入地狱道，每个时辰都要生而复死，死而还生。他不是说1个小时才生死一次，他的意思是说，你受苦一次刚好是2个时辰，所以永远都在受苦，所以是很可怕的。那时候医生来换药，而且有时候他要输血嘛，那输血那个血比身体体温呢，所以凉到哪里可以感受得到，身体冰凉到哪边。然后呢，因为很冷，你就会出力，很痛又会出力，到时候要抽筋了，抽筋，然后全身又冷冰冰的。各位学姐，你去想，死人是冷冰冰的、硬邦邦的，抽筋不是全身僵硬？对啊，这不是生而不死，死而还生吗？所以那时候后学就很有感受。然后像我讲说，你啊，只有在11点的时候才可以得到短暂的休息，其他时间不管是吃饭、呼吸、喝水，都像被火从喉咙烧下去。对。然后说，可是11点我也没有休息啊。就说有啊，11点那个护士会来帮你打消炎药啊。我就说哦有，啊为什么？11点是恶鬼道吃饭的时间，所以让你休息10分钟，比照办理。可是啊，那休息10分钟不是让你说啊10分钟不用动，不是，它激起你的欲望，让你更痛。1天24小时，所以1天有几分钟？1440分钟。你要等1440分钟才能休息10分钟，那不是欲望很大，得到的能量很少啊？对啊，所以后学那时候听到这样，后学跪下来跟仙翁磕头谢恩。然后仙翁他也是这边讲，我们求道有烧一张表，我们叫什么？龙天表啊。那为什么叫龙天表？其实啊，这个龙代表刚刚门口有阴阳护法双龙啊。那天代表什么呢？哎呀，代表天霸哦。所以这个龙天表都各有它的意思哦，不是说随便凑的。龙天表，龙阴阳护法双龙，表代表天代表天霸。那仙翁就跟你跟我，然后或许就跟仙翁说，然后仙翁就边走边指，他说：“哎呀，带你去看莲花池啊，莲花池，这个池子的池啊，然后仙翁慈悲啊，每个求过道的人在里边的功德池的这个莲花都会种下种下一朵莲花，然后或许就去看，仙翁哪里有莲花？我怎么没有看到莲花？然后仙翁说。”你自己蹲下去看，或者蹲下来看啊，然后或许发现了很多都是好像我们现象比较像那个小根现象的那种香角、樱花，然后或许把那个拿起来，上面有写字那些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时，然后隐师宝师佛堂点传师，最底下写什么呢？求道，然后接下来写某某大仙。或者是3天主堂，或者是报师灵头，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求道的资料，清清楚楚就挂在上面。然后选在那边看，或许很慌张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看过去一大片，至少有几十万根都是这样，都是挂这样子，好像只有挂名字而已。那仙翁说这里是什么？莲花池啊，或许很担心自己也是什么挂名的而已。所以后学就试探着问仙翁说：“仙翁，我想看莲花啊。”那实际上，那个仙翁很清楚你的用意啊。仙翁就说：“有啦，那就捞起来一朵，多大一朵呢？就是这么大朵，比这个开一点，但是就是这么大朵。所以各位浅显不要着相，认为说哇，莲台一定怎么样？哇，大的不得了，我觉得痴心妄想。”莲花就这么大小，然后仙翁拿起来，他就用水洗用仙翁念一段洗去你的
分别意识还你无分别的智慧。这个大概是我们白羊修饰、白羊修行法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像我就拿功德水洗，把花还给后学，后学很来闻，哇，后学闻下去，后学有一种从头、身体、脚、心里头、思想全部都这样，哎呀，都舒畅了，全部都清清楚楚了，有那种感觉，而且还得到另外一个感应。什么样的感应呢？就是我本来就是在这里的，我本来就是在这里。之前没有啊，之前仙翁还没有灵台没有进之前，当然我们会觉得还是家里有啊，还是赚钱好啊。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呀，那些东西啊，简直是怎么样？好像一点点墨而已，跟我们的本来差很多。所以那时候才有那种感觉，我本来就是住在这边，我是从这边到怎么样人间观光的观光，就有那种感觉。可是之前我们确实还没有回去之前没有这种感觉，可是灵台进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那后学的莲花是这样，结果后学又看到远远的那边有一朵莲花，金色的3层楼，那当然很大了，因为后学不敢讲说自己很认真，但是就这么大，所以看到那个3层楼的，我们当然认为说，哇，这不知道哪位大菩萨、哪位大点来是赶快想去接近了，就或许就跑过去了，然后就踩在那个莲花池这边就跑过去了。那边跑啊，远远的看是一大朵，可是越接近了，发现那个莲花变得不见了。接近的时候，不是一朵大朵的莲花，它是或许看那个好几百万朵的莲花在接着，然后远远的看是一朵金色的大朵，但实际上近的时候，它是无量的莲花组合成的。然后或许就踩着莲花慢慢往上爬，然后就问仙翁说：“仙翁，这是怎么回事啊？对，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刚刚看那么大？这是谁的莲台？”然后仙翁很慈悲说：“你下来，这是你们祭佛的莲台，这是我们济公老师的莲台。然后后学看老师的莲台多大呢？各位一定想说应该很大，他脸很大而已。所以各位想想，人家讲成佛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确实啊，那个老师的莲台也是这样，他后学下来，然后仙翁慈悲他说我们每个人的灵性是平等的，但是我们的德性是修来的。所以因为我们老师他不是说，你是我的后学，你要听我的话，你是我度的，我是你的灵老师，你要跟着我修。老师从来没有这种。我们看到法会或者是班会，老师来只做什么样的勉励？你要活出你自己你要肯定你自己对不对？你要能够彰显，你要荣耀你自己其实老师确实他不是那种逼迫性的，还是什么早起早想没有。所以可是虽然老师他做了这么大的功德，但是他不着相，为而不捐。结果所有成道的大仙，大家都讲一句话，叫感谢天恩师德。反而我们大家因为有名师讲师，我们才有发展求道、修道、办道，我们才能够怎么样超生了死。所以大家都感念我们老师师尊师母的圣德，这样了解吗？所以仙翁这样讲，后学就有气。然后后学当然我们人世间的这种习气没有断，后学也没有那种真的修得很好，只是说仙翁当后学进莲台之后，那个原本一天的光是很亮的，后学没有办法看很远，可是这时候感觉就融为一体，就可以看很远。那看到莲台之后，后学当然也很好奇，想去看后学认识的人修得怎么样就去看然后看一看，或许有一点纳闷说，仙翁为什么同样的花，有的开，有的没开，有的大朵，有的小朵？仙翁说你自己去看。其实仙翁都很慈悲，就是任何事情都是你，如果想知道什么，你自己去看。但是我们念头妄动，仙翁会提醒你念头不要乱动，会冒犯仙翁。所以在那边会看到很多修行人，那有的可能是真的是清凉旗还是什么旗的。那种就衣不蔽体，然后长得很像什么
星星有没有？就是他们看起来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不太一样，都有。所以如果早醒早想，你认为，哎，怎么可能这个古佛有没有会长这样？没错，那个就是先真古佛。所以我们如果早醒早想，自己考自己啊。在那边我觉得看，确实有的虽然大家差不多一起入道，但是那个莲花有的开有的没，不是很开。我去看那底下有挂牌子，差别是什么？他在人世间当然我们不知道，可是回里面看得清清楚楚。他有立愿，他要亲口如数，他立愿要舍身办道，他立愿要开设佛道，上面有挂牌，莲花跟着开，这个莲花就对应着我们的愿力，我们的表白。那至于说只有筷子的这些是怎么样？这个求佛道，对道缘没有进行，没有信心，所以他不会开。虽然有菩提的种子，但是不会开花结果。所以或许在那边看有莲花，结果或许还看到对面，就是左手边这边有仙桃，那仙桃大颗一点的仙桃跟房子一样大，所以那个功德也是很大。或许问仙翁，已经有莲花，为什么还有什么仙桃？结果仙翁也慈悲啊，说这个莲花是发心啊，就是你发愿要做什么事，我立愿要亲口如数啊，慢慢有就有莲花，有没有？可是你有没有成就？你要有成就了，才有什么果位，这样了解，才有仙桃。所以虽然说人人有份，但是我看不见得你自己一定要怎么样，要去修，要去行。比如说我们常常在班会啊，或者忏悔班啊，或者什么班，会不会立愿？各位先贤老师讲，你自己立了多少愿？有些浅显的、迷迷糊糊的，这个你怎么空开花很大朵，结果你看没果都没有，将来回去会很尴尬然后希望就说你跟我来，跟我来，然后要带后学去看天堂啊，然后后学就去，然后后学那时候才知道这个底片真的不可思议。刚刚后学看那个本啊，就是差不多像那个天人佛院这样的门，可是它里头是大，或许看下去大概跟我们台北市一样大，就是看到那个街道啊、巷道啊，很多房子，所以或许就去，然后希望就走到一个，他说这一栋我放的是修行以来的功德，或许一听到功德眼睛都亮了，因为或许没有想到自己修办道有功德。因为以前我们在道场上修办，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做这件事就是功德。希望说你可以进去看，然后或许看那个房子的外面，像什么，像那种金色的銮角，一般的开设地，它大概1公尺多，大概不到2公尺就这么高，然后小小里头有一张纸，黄色，很大张，大概这么大张。然后刚开始看以为是一张词啊，好像那个词，实际上是纸，然后上面写表文成咒，跟我们的那个表一样，然后就翻开，翻开上面开始写什么呢？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时你在哪里？度了什么的度化有功，度化有功，然后这个写很多，我就看度化，然后翻好多页，写了300多条吧，所以很多。然后又看后面写哪一年哪一月你在哪里，然后度某某人，然后劝化有功，度化跟劝化各位先生不知道，但是或许看就清清楚楚。这个度化有功是什么样呢？或许是度了，然后他答应来求道，叫做什么？度化有功，就是顺利求道。那我们去度人，结果呢，他时间、家庭或者是种种因素有没有不能来求道？但是你有没有去度人？有，叫做劝化有功。劝化有功，我觉得哇写了也是4、5千条，所以看哇好多。那时候在翻，自己感动到。为什么讲自己感动到自己？因为我后学从来不知道说自己问了多少人，可是我那时候在看后学的，呀，原来后学出车祸之前，几乎每个礼拜几乎可以讲，天天都在外面度人了。所以各位学姐，我们真的修道办道，你不先感动自己，你这个道要办出去可能有点难所以那时候我学自己看，将来希望各位学姐我们回去看自己的这种功德物的时候，你也会自己感动到自己。原来那时候傻傻的
积了这些功德，不要说啊那时候怎么都没有做啊。然后这上面还有什么呢？哎呀，除了渡人，那渡人最主要是上天看我们，是看你有没有去跟众生讲说有这个一代名师，然后有三期末期，有这个有没有？哦，有这种天命，有没有这件事有没有去讲？如果你有去讲，其实就是有渡人的这种功德，而不是怎样我们去渡人啊，一定要怎么样挂银宝石才有功德，不是这样的。上天看我们渡人是看你有没有踏出门去渡人，而不是怎样啊看哎呀有多少人来渡啊，有多少人是后学渡人，不是这样的。所以功德跟我们人世间的计算方法不一样。然后后面还有什么呢？还有哎呀，后学有的时候呢，刚开始住进去住进去，那住到佛堂很害羞，很害羞，因为后学以前家里很穷，所以不敢跟人家沟通。然后看到佛堂脏了，又怕说我们这样子去扫去拖地，不好意思，人家看到会指点还是怎样，不好意思。后学要等到11、12点，怎样没有人，大家都回去，自己偷偷的拿着拖把去拖佛堂的地啊。这个大概就只有后学知道了，就上天记下来了你哪来的时候在哪里，然后拖地。那以前我们大家住在一起，那个伙食团有怎样有开的，那个地很脏。后学晚上拿那种铁丝的那个弯下腰去查，这个大概学弟也都不知道，是上天清清楚楚记下来了。所以各位先生，如果说你曾经在佛堂做过什么呢？哎呀，你做了很多炉啦，或者是拜殿啊，天天都是你擦的，可是别人都不知道有没有？那所以也没有半个人跟你称赞过。我觉得恭喜你，这种功德上面帮你记了。所以各位先生，我们不要担心怎么样，好像哎呦，顶恩师不在就不做，这个是不对的。真正上天那个功德记得真的是巨细。这中间包括什么呢？后学有一次法会，然后一般后学要先走然后就班友后学顺便载他，就从山上滑到山下，在那个莺歌庙山口，山上滑到山下不到2分钟，就是滑下来。后学早就忘了有这一件事了，因为这是顺路，我们不会去记说哪个人叫什么名字，上天记载下来。上天记，哎呀，你哪一天哪一月在那里然后开法会，你在班友，你布施。各位学姐，2脚而已，多吗？不多啊，可是你愿意布施，了不起很多人不见得愿意所以上天确实他在记这个或许在那边看，真的是可能那时候或许对钱财看不开所以他全部都用这种金钱给或许一目了然原来或许那时候做了什么，然后你一看你就知道那时候是什么事情。或许在那边看，中间有一个，或许在台北有一间佛堂佛等在办道，那佛堂还是6楼，然后5楼是讲堂，然后或许去讲堂去客厅，然后看求道人来了，然后原本或许那一天是负责打毛巾，结果起太晚了，所以睡过头，没有打到毛巾，去那边都不好意思说或许打毛巾，就直接到讲堂去休息了。看到求道人坐在那边，那其他办事人员大家在哪里？那或许就跟那个求道人，哎呀，不要客气，吃水果我们就把那一盘水果怎么样分享了之后接下来人家那个讲师就说楼上要办道求道人到楼上来开示道业，求道人上去或许想说没事了，或许就走了。所以那一天或许去佛堂做什么事？吃水果，结果上天记什么呢？那一天佛堂办道去吃水果，助道有功吃盘水果还算是助道的功德，所以上天确实取我们一点心，他不是用那种我们看到的这种表象来算功德，他是看你有没有去做这件事。当天刚好没有人招待，后学去补了这个一样功德无量。所以一样的，我们在佛堂
半道有没有？你站在旁边感觉都没有什么一样啊，你是护道，你是助道，一样有光。更何况或许不是这样，标或者是请函一请上去，那个仙佛也是轮班的，所以啊，来的仙佛，每次都不一样，哇，结善缘啊，这个机会哪里找？是很多浅显，这中间有误解了。那哎呀，怎么这10几个人才一味求道，好像浪费？我觉得说这个叫没智慧。你看一个人求道就可以让点凡师了愿，讲师尽心，办事人员大家都能够行功，这不是很好，对不对？所以大家要修丹道要长点智慧，不要再功利的迷向那边求。然后或许在那边看，哇，那个记载的真的是，或许觉得哇，原来我有做这么多功的，很快乐。那个细到什么呢？开班排椅子，你不要以为排椅子事情很小，有的浅显就是不会排椅。你不要以为说他接近道场10年，一定排过很多椅子，有的就没有。所以这个功德或许就有，因为或许常常排椅子，因为或许我们大姑那边的班，或许最基础的班上4年。为什么基础的班就上4年？因为或许第1年去上当班友，第2年带别人去在后面，第3年还是带人去都在后面。所以或许最基本的班，因为大学只有4年，所以或许基本的班带10年，这中间是累积自己的一种好像阴德啊。我们当然不是说要在这边鼓励各位浅显吧，自己做过什么事都讲，但是或许要各位浅显明白，上天表面上面功德分无不灭，连那个2角1角都记上去了，所以各位浅显可以想象，哇，一定记得很多。然后或许在那边原本是觉得很惭愧，看到功德之后，突然有一种心态，什么心态？难怪仙佛会救或许，因为我有功德，就有这种想法。结果仙翁知道，然后呢，你出来，我觉得出来。有没有看到仙翁啊？好多弟弟的不敢看，这一次出来就抬头挺胸，结果仙翁说：“你不要高兴，你不要高兴。你有没有看到对面这一栋？正面这个是对面，或许一看，哇，3层楼黑色的建筑。然后仙翁说：这一栋里头放的是你自修道办道以来的什么罪过错？我觉得哇，3层楼所以那时候就很紧张啊。你看，因为我们确实各位浅显应该也是一样，今天椅子是你排的，到明年的坛主班，你还记得去年的坛主班是我排的椅子？可是今天坛主班你迟到，你看回家就忘了。所以我们做的罪过错其实很多，可是我们都忘，当作没发生。可是因为我们忘了，所以上天就帮我们什么备忘，所以就记载下来，那很多。那或许在那边也是很紧张的，那仙翁就说你也进去看看，然后或许就进去了。进去3层楼，那1楼里头大部分都是什么呢？跟我们的佛规有关系，立愿的。那包括什么呢？或许怎么样渡人，去渡，然后他也答应要求道，所以或许隔壁就渡，然后说好，他愿意来求道。可是或许那时候在台北所以就没有法子回家成全他们。然后那时候或许在上面看的，那上面这些哪一人呢？你要引渡的人已经过世了，所以他求道怎么样？求道的因缘就错失了。说是，然后旁边用小字记载，就说这一个人他下次求道因缘成熟了，14之后，所以各位浅显，我们看求道好像就这么，比方是带来林老师立个愿，然后就求道了，实际上他这辈子没有求，他要转世投胎10辈子，一辈子算30年，10辈子要多少？300年。300年后我们在哪里？因宝师在哪里？这个都是问题所以现在不要以为说，我们在道场上求道，好像很平稳。各位浅显，莫谓容易的，便坐等闲看。这个确实，我们这个道非常殊胜。那中间还有就是，或许你要引渡，那有另外一位，他也会后来，因为当初在北部，或许不知道，这个是后来，或许。回来之后就是灵性回来人间之后，或许有一次去我们那边他问我们邻居说：“
某某某怎么都没有看到？结果他怎么回答？啊，你不知道他过世了，是先看到这个写作他已经鬼魂过世了，所以确实求道的缘哦，各位全尽你的能力去度人，因为这个缘太难得了。然后我还看旁边，某一个人然后求道，然后他的姻缘也错失了，然后旁边或许一看，哇，不得了，那个签笔签了多少人？签了有500个的，有1000个的，我就吓一跳，我想，哇，我怎么得罪这么多人？就后来看那个表文从哪边成长？从地府成长来。这个是谁啊？九玄七祖啊，联名告状啊！我好不容易我有一个子孙怎么样？对啊，可以得到个姻缘啊，结果他已经答应要来求，没有去度他。你看九玄七祖都恨你，所以人家答应要求道，你赶快去办哦，因为那个缘有的时候就很容易错失。然后这个中间有什么呢？这个不一定是10次，就是多的有到30次，大概要1000。所以你去讲求道，或许再问一次，容易吗？现在知道了。好，然后里头还有什么呢？或许很会渡人啊，可是刚开始渡都渡谁？或许不是，或许都渡同学啦、陌生人啊，什么渡一大堆。结果这个有问题啊！这上天记你有过，渡人有过，为什么？你亲戚朋友没有渡。或许记得以前老前人讲过，他说你这一辈子修道办道，只要渡4种人，将来包准你回天。哪4种人？第一个父母，第二个妻子儿女，第三个兄弟姐妹，第4个亲戚朋友。这边完全做到的，举个手。都没有。所以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就是这4种人，你有儿子好好去度，好好去成全，这个才是功德。老实讲，各位姐姐，你家族里头就你一位当坛主，一位当讲师，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你有儿子3代都当讲师，这个大概真的是真修实验才有办法。所以各位姐姐，你不在修办道，只是往外去度，这个其实在度人里头还是有过。这个叫什么？人道未圆，就是你的人道的一点错失，还是过。还有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度很多人，然后法会到了没有联络，没有联络也一样怎么样？有过失。因为法会是什么呢？法会是求道人的9贤7祖可以来听课的机会，他们可以得到休息的机会。如果说有儿子赶快去成全了，来法会，因为一位班员进来法会的话，他的9贤7祖是同时成就400、500位啊，所以这个善缘真的是很广结善缘。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成全人家，这个一样有过。所以刚刚后学在那边看功德，度了这么多人，哇，觉得很伟大。现在看到这个，心都怎么样？一半，就是或许才知道说，其实我们耽误多少人的天使。但是这个也不是说，那我就不要度，就怎么样，就没有过。不对了，你不要度，第一个你没有功，无功无德，一逃你就要回去，对不对？第二个，你没有度人，你的智慧不会开，你我执很重，你没有把这个广结善缘，这个运没有把这个所以我们还是要度人。我们白羊有传什么法门给我们吗？说没有也对了，说有，或许觉得真的要讲，就是众生侵犯这个法门，就是我们去度人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太殊胜了，你去度人，你自然就开智慧，你自然就怎么样？你自然就慢慢具备功德的性。那至于说其他的，或许觉得其次了，有儿子办道度，办道度人，赶快去办。那一种大概都是这些了，就是因为我以前后学很调皮的，后学以前在渡人的时候，后学都会学点人师，把所有的要渡的人的名字都写上去，然后呢，学点人师在佛前怎么样烧表，然后就跟老师讲，老师某某某某，老师您找到了，那后学有这个缘，这些人我认识，我要去渡，老师你一定要打帮助到。结果
话，确实老师是打帮助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怎么样偷懒了。所以你既然有这个愿，比如说你要度10个人，你应该在你有生之年尽力去度到这10个人。有大愿舍身的道，你应该要舍身去拜，海阔天空去拜，这样才是真功德。不要只是什么，对啊，嘴巴在这边讲，或许今天在这边讲，或许回去，或许就从来没有看到，讲哪一堂课有多少功德，好像没有看到。所以可见在台上讲这个功德比较少，可是在私底下或者是真正去度人，觉得那个功德真的是很宏大。那一楼大部分都是什么样？我们在这个立愿有没有？所以随口立愿是最要不得的。回想想，我们有很多时候有法会啊、班会有没有？先佛不是问我们要怎么做，你要当然就答一大堆。回想想，问问自己有没有做到？没做到，你这个是欺骗先佛的罪。所以自己宁可做不到，不要讲，你也不要去立。所以我们道场亲口如数，有的妙法子亲口如数，你真的这个利用不了，将来后果很严重。那1楼大部分都是这个，或许就上到2楼。那2楼里头大部分都是写什么呢？是写你这个佛慧理解的这种，好像是坛主啊、讲师啊，你的行为有没有这些？那讲师的部分或许有什么呢？第一个那个注记很严重的就是什么？你的愿未加讲解。所以各位浅浅不要以为说，哎呦，当讲师是要讲什么课？或许说当讲师要讲什么？三表五愿。3表5愿是当讲师最基本的，那时候不懂，结果，哎呀，人家求道一大堆人求道，然后你来听你讲3宝，结果你要立愿啊还是什么，你也没有稍微跟人家提说，今天我们在佛前立个善愿，对不对？那以后不要怎么样，欺师灭祖，不要反道拜佛，这些都要讲啊。要诚心敬地，我们要礼拜诸天仙佛，不要藐视前人，这个应该要讲啊。你没有讲，他当然不知道求道的时候念了什么。因为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场景求道的这个过程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他求完道出去佛堂之后，哎呀，立愿不了，谁要带？哎呀，那一堂课的讲师要带。你讲了多少堂课，你那个过就记多少条，所以不见得说讲课怎么样就有功德，我觉得这不是。所以我们在度人你有法子。你就应该尽量讲圆满一点。那如果说他说10条大愿都讲了，他就不求道了，那应该也要这样提示他说，我们今天求道，在佛前发个善愿，帮助我们修行，对不对？利己利人，这应该是可以提示的。你都不提示，你因宝是冤后，这个都是就是当讲师的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道场当讲师这个3亲4正。佛慧理解不会讲，那这个都是一样犯过。3亲4正，坛主讲师都要会，不要人家哎呀道场到底在做什么？你当然可以讲道这种，但是真正到底在做什么？就是3亲4正，这样了解3亲4正，我们做的就是3亲4正。因为3亲4正是唯一可以跟上天表白的事，你其他的事，你说求上面慈悲，我要赚钱，能表白？可以，但是你要看你的付出所以这中间就是3亲4正，佛慧理解。后学自己在道场上帮拜的经验，如果说各位浅浅，你们的佛堂有浅显，好像成全不起来，或者是怎么样，哎呀，佛堂的气很弱，道气不彰，我就说赶快讲这2堂课，3亲4正，佛慧理解，讲一次道气进步一次。其他的课不见得，可是3亲4正，为什么？因为这里是我们道场的一个正规正脉，其他道场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自己能够不乱，能够几十年、几百年的办下去，大概就是强调这些。那你说我们短期冲当然可以多很多，但是没有3亲4正，这个一定会怎么样走偏了。所以我们来道场，自己也要清楚3亲4正。好，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还有
当讲师有的时候这个课不懂，会不会就随便讲？有啊，那这个是后学的，那时候不懂啊，就随便有没有？道理不是天命，然后到头随便抽一个，然后随便抽，随便讲，其实这个都一样，随口乱宣，随便乱讲，这个都照过。然后还有当讲师啊，台上很会讲啊，哇，站上台就一直讲，哇，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都叫别人怎么样去做，只会讲这个一样的过。当讲师应该是带头做，这个都是在这个过错里，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哎呀，我们这个虚心假意啊，什么叫虚心假意？其实我们要办到，各位学姐办到容不容易？不容易。那为什么不容易？简单的讲，因为我们虚心假意，我们不是真的在办到。为什么或许这样讲呢？各位学姐，自古哪有办到是天天蹲在家里看电视的？对不对？问问自己，一个礼拜多少时间去承前道歉？对不对？你天天都在家里，这道怎么可能办开？对吧？后学那个道场的一位石修真君的例子，正点。那他怎么样办到？我们法会班会结束，晚上闭班，我们法会结束，明天晚上各位学姐要做什么？休息，对不对？好不容易2天累了休息。那点恩师不是啊？恩师来就是说，今天开完法会了，累不累？不累的话，趁现在我们还有感觉，晚上赶快来去找道歉。各位学姐，做了一点事就喊累，做了一点事就认为做了很多，虚心假意啊，认为自己了不起啊。所以比前辈啊，看我们的前人，我们的点恩师，就知道自己做多少嘛。所以这个或许提一下。然后还有什么？不听师调遣。我们道场大班的这种班会法会，大概都是怎样？早就定下来的。可是我们常常会怎样？自己半夜有事啊，有没有？不是人家打电话邀你，请你来讲课，结果你说，哎呀，不行哎，我有事。各位学姐，你找别人代课，别人了约，可是你的约有没有有？对啊，今天这里有班，你来参班，你有约了，对不对？可是你不来，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一样的，这个如果说当讲师，人家请你来传题，大概就是看重你的才能，或者是看重你的这种道学。结果你不能讲，请别的浅显来代课，这个是不听师调遣。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应该是我们再去跟那个操办的人讲说，那这一天不行，我哪一天可以？这样才算圆满。要不然呢，你永远养成一种心态，为什么道亲很多老道亲会导游的？就是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他只做他想要的，对不对？这就不对了，这不听师调遣。上天考验我们都很简单，不用一件事一个人而已。所以下一次看到那个最刺眼、你跟他最合不来的那个人，上天派的仙佛要来惩戒你，这样了解吗？要不然有很多浅显的，看所有的人都讲他和气，看到这个人就生气。我觉得自己要检讨，一个人一件事，什么事都办得好，就这种事好像带唱赛课就带对，上天借这一件事要成就你，所以要认真学习，不用这边不行。然后还有我们常常不重生轻吧，像今天最明显，今天来这边。各位学姐一定省下自己的时间来参加2、3天的班，对不对？好，你来参加这边的班，你是什么心态？点算是要我才来主动报名，对不对？照理讲，这个班我们知道的应该主动报名，可是很多浅显是那样，点算是再三请，最后有人是讲师巴不得，麻烦到你家接你，一般再载你回家。今天有这种现象，自己怎么样斟酌一下，是不是众生轻转呢？后学当初就是好像哎呀很会渡人，很大牌，就有这种认为说，哎呀这些课我不要去了，或者什么课我不想去了，这个都不行，上天清清楚楚。好，那另外我们来道场上办，
你也不要去存什么，哎，我来道场这边牺牲我的时间了，牺牲我家人相处的时间，不要有这种想法。你有这种想法，一样也是犯不众生起本。因为道的殊胜不是建立在你个人的这种享受上面，道的殊胜是建立在你自己对这个道真实的体悟上面。你有体悟多少，你会发现你巴不得怎么样舍身办道。现在是因为环境不能，要家庭，可是你自己要知道，给自己一个期限，将来有发生，我一定要怎么样跟随点完师，跟随讲师，对不对？我们要能够去度办道，这个才是真正修道的一个啊。然后刚刚讲这个讲师大概是讲，然后坛主也有，坛主犯的过就很严重，为什么？佛堂叫做什么呢？法船，那船长是谁？对，好，那船走歪了，当然就是坛主开错方向。所以啊，为什么坛主会开错方向？坛主，我们有佛堂啊，有办道啦，有班啊，你可能自己的佛堂借给人家用，可是你自己是坛主，你也不到，这个佛堂看，也不是跟班，也不带班，其实你只是怎么样挂名的，懂吗？然后人家来你这个佛堂，结果不会参持教，接近1年2年了，仙佛不会礼拜，不会礼敬诸天仙佛，参持教也不会，愿忏我们也不会，天天照过。各位姐姐，有多少单元在你这一间佛堂上过课？你这一间佛堂的坛主，通通都要带过。有1位上课，1位带过，有100位，单100位的过。所以不要以为开大班就怎样，哇就高兴，开大班更要战战兢兢啊，对不对？我们要注意一下，今天坛主班，周星杰，佛慧礼节背了没有？哎，佛慧礼节背了没有？背了。还记得吗？不要只是嘴巴讲。现在回去怎么样？5倍啊，这个是很重要。佛慧礼节不教，其实就好像船失了方向一样，船失了方向，随波逐流，是很严重。所以各位姐姐一定要怎么样？佛慧礼节要清楚，然后来你的佛堂上课的人，他可能1年2年，他在道场上参拜，投注了心力，感受度不够，投注心力不够，但是至少我们能够让他佛慧礼节这个部分圆满，这算成就，你坛主的责任。然后还有我们在整理佛堂的时候，佛堂会不会有蚊子、蚂蚁、蜘蛛？有，各位浅显都怎么办？杀哦。你敢讲，后学不敢做。但是以前后学确实是这样，看到蚊子我们就怎么样？所以坤道都有做，后学在做个动作而已。不可以杀，杀蚊子哪怕杀1只蚊子也叫杀生啊。魏姐姐犯杀戒了，能了解吧？佛堂，各位姐姐，我问你，佛堂是众生的佛堂还是民的佛堂？蚂蚁是好，那你怎么可以杀众生？以前不是让后学杀，反过。所以各位姐姐要清楚，佛堂不可以杀，不可以杀，哪怕是蚊子、蚂蚁，你杀它1条命，杀1只蚊子，如果你没有功德的话，将来就要还它1条命，这是上天的律量。所以各位姐姐要慎重这件事。那有些人说，那蚊子真的很多怎么办？或者说，你不要用那种一喷就死的那种，你点蚊香，然后把一扇门打开，在佛堂前面跟仙佛讲，说老师慈悲，我们现在要对不对？要入睡了，就请我们要点蚊香，请老师赶快把这个蚊子怎么样请走，蟑螂请走。各位先生不要以为，哎呀，这个好像讲有用啊，对跟各位讲就是有用，因为我也试过很多次，所以不要杀，你照杀业，这样很多问题。这个佛堂不敬，这样了解。所以一样不要杀。另外还有什么？当坛主啊，常常告亲，会不会生病啊，或者出事情了，我们会献大法相求仙佛，对吧？好，献大法相求仙佛，我们以前都怎么献？
就线上去就1000扣手、3000扣手、5000扣手，就这样子而已。各位先贤，这个是在威胁仙佛了吗？好，了解意思吗？站在仙佛的立场，应该是，哎呀，众生那个冤欠也是众生，我们也是众生啊，对不对？你凭什么要仙佛就看，对不对？疼我们多一点。应该是我们让仙，我们要体贴上天的用意啊，要体贴老母啊，应该是我们大家去度多少人，甚至后学觉得真正要求大家在佛堂前面先立愿，改天这个愿达成了再来佛堂求才有道理。现在都没有啊，大家都不做事，只磕头，就怎么样？希望拨转了，我就说不出考就不错了，求一求到心走了。不是出考吗？为什么会出考？因为大家都没有怎么样，没有发愿啊，没有立愿啊，你变得跟一般晚堂的拜拜一样。这个都是的。虽然说感觉好像我们在求仙佛，是我们的慈悲啊，可是实际上，我们问问自己，你真的慈悲，你有感受到那位浅显他在病床上的那种痛苦、那种无奈、那种焦急吗？你有，你发愿为这一位浅显去度一个人，或者是开设一间公共佛堂，这才叫真慈悲了。你在佛堂前面磕头，当然也是慈悲，可是那个好像是事不关己的慈悲了。真正的慈悲一定是把众生的苦痛怎么样揽到自己身上来。你看到，哎呀，道场现在盖缺钱啊，你自己拼命存钱，拼命赚钱。这中间我们自己的心态都要斟酌一下。就是中间确实我们在不尽心。以前求过很多次，都以为哎呀，我们发大慈悲心了，却不知道原来我们都不尽心，求几次犯几次过。所以从今以后，希望各位浅显不要学后学，一样自己先有什么愿力，要操持也要会带，跟大家讲我们要求仙佛，大家有什么愿力表白，先讲自己能力做得到能力做得到，跟上天表白，诚诚实实、确确实实去做，这个一定有感应。然后线也是啊，我们要求仙佛，应该那个茶要请下来，文化应该重新上供，不要只是献大法香。我们办道都请仙佛道很多要怎么样重新上供，自己有事情要求仙佛，反而怎么样很随意。其实或许觉得，既然要求，让大家都发愿用心一点好，然后还有什么呢？哎呀，还有不尊师不正道这个常办。摊主讲师会不会开会？会都怎么开？某某点燃师怎么样？某某讲师怎么样？某个道亲怎么样？各位浅显严重。为什么讲后学讲严重？因为这个我们一定犯很多。我们来道场有没有讲过其他浅显的是非？有，还这么大声，所以各位浅显，我们将来回去很严重，这个都是找口过。那个口过上天怎么记载？不是说，哎呀，后学去跟某某人说，我偷偷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那个口过是怎么算的？你跟他讲，他再跟5个人讲，5个人再传出去，最后有1000个人听到你这一句话的口过就是1000条。所以各位学姐不要以为一句话没什么，那造出去的口过千百万倍。所以甚至像现在网络很发达，有没有？不要随便去网络上怎么样讨论那些有的没的，一讨论这传下去，这业力不知道牵缠到哪边去了。所以各位学姐，口过道场，所以不安宁，所以没有套气，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哎呀，道气离时讲是非你佛慧理学讲的，大家觉得我真的有道气。那边检讨就是讲什么？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后来或许回来，我们的单位如果在开会，或许都是怎么样带？我就跟他们讲，这一次开会，大家先不谈不检讨什么哪个地方做不好，先讲别人对你多好，先把这个检讨出来。你先了解别人对你多好，等到你有感受了，你就知道你要做，你要怎么回报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当然怎么样，我们很多事就没有注意。然后还有后学虽然亲口，但是有的时候也是不亲口无数
什么叫不亲口如诉？当然，不吃肉是绝对的，不吃荤也是，荤就是那五辛的，那个不吃，当然是绝对不吃的。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这是将来回去，如果你犯了就要还天了，就是当着人家的面骂，你怎么这样子啊？你怎么那样子？对吧？人家因为你这样一句话，就这样不接近了，考倒人家，这个业叫不亲口如诉，所以不是嘴巴亲，心也要亲，身也要亲。这个如果没有亲，这个有人因为你离开道场，各位谢谢你吃素吃的再严谨，终究回去还是要还天道，哪怕是一味道亲。所以各位谢谢，从今以后要不要再去考人家？对，先不讲要不要，有没有这个资格？以前或许不懂了，所以照下做，这个很严重，天天都要忏悔。然后还有什么呢？哎呀，有的时候啊，点完师说去做什么，就答应好，是，今天是你的引导师，叫你去做什么？哎，怎么样？就皮了，有没有？就觉得我们也差不多，为什么你不去做，就要后学去做？各位今天看人面修道，这个也是不尊师不重道啊，都不行。所以真正修道，后学觉得你本来道场，哪怕你是什么样的天子，你看到任何一位贤贤，你都把它当做这个就是你要去服务的人。各位贤贤，你的人缘一定好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班，或许有人喜欢在这种班讲。我们这个班前后大概大家都不是很熟，对不对？下课赶快去认识一下，这样子。先从广结善缘，从这里就开始，从我们这一班就可以广结善缘。但很多道亲都讲广结善缘要回家要怎么样？我就不对，在这边就可以了。你今天来开一次坛主会，你认识了20个、30个坛主，哇，那以后办道的资源就多了，渡人的这种管道就多了，对不对？讲课的管道又多了，这个不是很好吗？不会善用而已。来这边听课，各位，如果我们来这边听课是抱着佛堂有课，我来这边2天的时间待在这里，各位，当心你浪费自己的生命，还有耽误天理。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楼上楼下几百位，如果我们大家出去渡人成全人，可以成全很多人。可是我们今天没有去，我们来这边做什么？反省啊，听课啊，学习啊。既然是如此，就要在这上面用功夫。这上面没有，我姐姐不要以为来听课就有功德。我看大概回去还是不行。先问问自己今天来听课的资格到了没有？到了，当然问行。如果说来听课还是那种心态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老油条的心态在我们道上绝对不得，因为不但是人缘不好，将来上天那一关你就过不去了。好，然后这中间还有什么呢？还有，不谨守佛规，这个很细。那我先提个点，各位先生大概注意一下。什么样的那个呢？我们办道会有献供，或者是初一十五会买供果，对吧？那我们在洗供果的时候有没有供果掉过？怎么办？洗吃掉，还是洗再现？大部分我们后学人以前的习惯是掉下来就不现了。各位先生，供果是你买的，还是佛堂准备的？佛堂准备的，用你的钱糟蹋佛堂的钱呢？然后这个钱如果是道亲布施的，他可能这一辈子就这一次礼佛的机会，因为他其他的可能没有。如果说是求道的功德对，那就说不定有的人就这辈子只有求道而已，这一辈子唯一一次礼敬仙佛的机会被你糟蹋了。而且我看这个真的事情很大，你不要小事好像就轻忽了它。这个将来你损自己的德，还损到别人的德哦。所以或许在那边看上天就是你浪费国家的物，10块苹果10块，所以各位先生掉了一个你就再捐10块钱给什么佛堂，我们手续清楚啊。不要说这个10块好像也没什么，
这很细啊，可是或许相信每个人都犯过。楼上楼下600个就有600个听过，这很多啊，所以不能小看这些事。还我们办到会有线香或者是檀香嘛，对不对？檀香会不会掉落？为什么会掉？摆在那边怎么会掉下来？随意嘛，你根本在佛前不常见。所以各位前贤养成一个习惯，到佛前就恭恭敬敬垂手肃立，不要在那边佛前乱动。今天要打扫佛桌，你就把佛桌的东西收干净，不要线香摆着在那边，当然会掉。对，一根檀香多少钱？没几毛钱，上天记载下来的。或许当初就这样，一根檀香掉下来，上天记载下来的。所以啊，上天看当然不是看他的钱，而是看你有没有诚心尽力。你不诚心尽力，什么样的过都可能犯。今天在佛堂犯这样，回家可能犯更大。所以啊，有坛主就问同学说：“那这个如果是家庭佛堂供我是我自己买的，那要不要再捐10块钱？”或许在想，当然自己捐买的供果应该可以不用捐了，但是你不敬仙佛的这个过确实造下，对吧？你没有小心的这个过确实造下，你自己在佛前要忏悔。然后接下来再讲表文，表文各位先前有没有写过用过？有。好，那写过表文有没有写错过？怎么处理？烧掉回收，资源回收，拿去画画？不行啊，一定要怎么样？圈掉，有没有？圈掉。哇，我们自己这个表文写错，当然错得很严重就圈掉。可是不要以为圈掉就没有过错了，各位先生，这个过错是很严重。一张表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对，一张纸而已。对，表文是我们这个一贯道办道的法器。既然叫法器，它的地位跟什么一样？佛灯一样，跟佛像一样。你把表文写错，跟把这个佛像摔断是一样的罪过错的。所以各位先生，表文叫做法器，你要重视这一件事，战战兢兢的起来。你不要好像哇，就是有的浅显是先写好，有没有？比如说啊，这边的柱子是固定的，先写，临时要搬到不会那么冲突，这个也可以。如果真的很赶，你应该是要有把握，要教不会写的应该要怎么样？找会的，旁边仔细带，仔细教，不要只拿给人家一个范本，那写错了都要担过。所以我们当坛主任，或许他提到这些很多过。那有的时候包括什么，像我们常常法会啊、仙佛灵堂啊，有的老坛主、老讲师会有那种心态是，哎呀，我们怎么样？或许现在在忙，有没有？就不方便上来了，或是没有参持假，那都有。是各位先生你要了解，仙佛到我们人世间，比我们到阴天容易还是难？对啊，但是实际上这个因缘很难啊。为什么？后学上去回来的时候，后学就有一个，哎呦，怎么人世间像是跟粪坑一样，脏啊又臭啊。今天你修行就好像怎么样，洗脱干净，然后穿漂亮衣服，喷香水，叫你在跳粪坑，你要不要？哎，那刚刚不是？对，所以啊，礼敬仙佛啊，这确实是仙佛他们的慈悲才有法子来这边跟我们实现，不要小看，将来跟大家回去，真的像你在正面再来，我看愿都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我们自己这个不敬仙佛态度。好，然后还有，佛堂有点燃师在，哎呀，做礼会参持假就来了。今天佛堂都没有人在，还参加吗？要，那各位先生恭喜，当初或许误以为参持假是跟人，所以啊，或许佛堂里头点燃师不参持假，所以很严重的。你看有一些观念，其实以前认为对，回去之后才知道不对。然后佛堂也不是说点燃师在你才怎么样用口手，能有花子口应该都讲用口手。这样才佛会理解的能传承啊！你每次都活泼，到最后只会活泼，不会怎么样
庄严，这不行。你应该是先学庄严，将来要活泼也可以，这样可以了。你不能说只会活泼不会庄严，很多前人是只会三清风，不会什么佛会理解，这很严重。因为将来他也是要带人家的，所以这个都是阳奉阴违。看点完师啊，在人前很恭敬，背后不言，这个很糟糕。那我们在磕头，各位请写，一定要清清楚楚、恭恭敬敬的磕头。明明上帝石叩首，你就想幻想老母在你面前，诸天神圣就诸天神圣在你面前，五教圣人在你面前，我们弥勒古佛就弥勒古佛在你面前，你要当作佛在你面前磕头。你不要哇一直磕一直磕，赶吃饭，等一下现在6点了，你现在要吃饭，现香大家就这样，很快。当然方便有方便的那个我们时间班长有没有？我们看我们的时间，但是你不能随便，你那一直磕头，脑袋也没有恭敬心。以前济公老师讲过，礼佛不恭敬，如同做运动，那个跟去打太极拳一样，也不用在这边。所以一样，这个也是。最后还有就是，我们佛堂只要是公共坛，一般坛主、道亲讲师，他们会捐一些事情，或者是捐一些东西给佛堂，会吗？有的人会捐钱啊，捐米啊。那这边的供果我们吃不完，转手就送出去，那怎么办？啊，有的时候有我们献过来，然后转手就没关系，这个送你，有没有？你也没讲说这是某某钱，人家送你占了那位钱的功德，这样了解吗？所以佛堂自己这边有佛堂，不管家庭佛堂、公共佛堂，都要有一本本子，专门记载什么道亲行功的，清清楚楚，不要贪占人家的功德。如果贪占大家的功德，这个是千万要不得。好。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我们时间到了，最后还有一个不实心忏悔的过。我们平常是不是年终都会怎么样？忏悔、谢恩、忏悔。可是你每年忏悔的事，你今年有没有在犯？才几个月而已，可能又犯。然后你忏悔过的事不改，罪加一等，罪加一等，所以这个也很严重。所以各位姐姐，我们应该是怎样修到那个人前人后要一致？你不要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这个都不行。好，然后接下来后续就到3楼去。那3楼上面记载的大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后学嘴巴没有讲，但是脑袋里头怎么样在想的？上面记载什么呢？虽然后学求道之后就一直在，会去喜欢听人家哪里可以怎么样算命啊，可以去派啊，会去求什么，我们也去了。虽然说你还没有到退道的地步，但是你确实对我们老师是不是我们的天命有疑，这个疑惑的疑，确实上天也把你记载下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道场，点完之后要安排事情你很会电脑，结果没排到你，会不会埋怨？以前后学会，觉得我有能力，我也很想做，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因为我埋怨，虽然嘴巴没有讲，但是上面也把这个过记下来。还有对点完师大概没有问题，对点完师讲师应该都很恭敬，对自己的引导师，因为年龄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没有恭敬心。各位姐姐，每天一叩首可是平常看到人真的在前面却不懂得恭敬，这个都不行确实心里没有恭敬心。我们有的时候对前人或是哪位人，某某道歉非常的厌恶，非常的有没有？可是表面还是怎样？芊芊你好，芊芊，你做给谁看？骗你什么？骗上天。所以上面这个骗不过你什么心态，上面都记得很清清楚楚。然后还有，因为后学以前会渡人，所以后学认为什么？渡人的功德是最那个，会渡人就表示在道场越有分量。所以后学以前有这种认为跟自己可能会渡人功德宏大，对其他的前贤就好像有那种轻视了。虽然还没有说你都不渡人，没有这样子讲，但是
这种轻视的信念上面记载下来，所以确实哦。那么最后还有什么呢？最后或许做梦，各位有没有做梦？为什么会做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就要看你是不是看的时候不该看的事情。然后重要的不是说有梦就有过，不是这样，是你在梦的时候为什么会做梦？因为我们躺下来，认为没有人做，没有人看到，胡思乱想，这个上面记载下去。所以平常虽然哇，你烧到1万9都不敢做，眼睛一闭上来，怎么样？杀到1万9全部都来，那还像个修道人吗？将来没有肉体为里面，杀到1万9没有断，像个修道人吗？当然不像。所以上天这个念头放纵不行，上天都帮你记下来。那有的人或许忘了，这旁边会有电视机的那，就播出来那一天的情形。所以各位请想，上天要我们怎么样？无一事不可对天，无一事不可告人。当然我们可能刚开始做不到，来佛堂2天3天慢慢学，慢慢1个礼拜、1个月、1年、1辈子，这样就成功了。然后学在那边看自己很惭愧，邪魔在外面喊你下来，佛体都出来，看到邪魔不敢讲话，跪下来哭了，因为我们才知道自己的罪过多么多。小拇指的候选人说：“你不要哭，不要哭，我真的要算命了。看到旁边这2栋，我去一看，还有2栋3楼的。”兄说总共有3大道，所以各位学姐自己仔细去想，确实我们造的罪过错跟功德比起来，还是罪过错比较多。然后兄说，你不要怕，你也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你现在在道场上修道办道，不管是功也好，过也好，都有仙佛帮你顶着，将来功圆果满就一并消去。如果你实尽实惠、3心2意，那你造下什么因，你就要接受什么果。所以后续就很感动的跪下来，跟仙翁一直磕头。然后仙翁在那中间，仙翁有交代一些事，然后后续的背后这样退了，我觉得灵气慢慢回来了。那后续常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像后续这样的经历了。可是我们的心确实都知道叫天人师的，但是或许常觉得，我们知道天人师的，但是我们愧对天人师的。为什么讲愧对天人师？或许记得以前或许有一阵子，就是寒暑假去佛院当义工，结果老前人那时候在，老前人看到了或许，然后他说：“你们来干什么呢？”或许说来当义工啊。他说。你家里可以当义工，你为什么不去？你家里爸妈都没有雇你来道场，其实那时候给同学们很大的限制。后来老前人就问：修道好不好？好就去做出来就可以了，简单嘛。你要做好人好不好？那就做个好人，这很简单。我们有一次炒菜，炒一大锅吃不完，然后那个剩菜就是菠菜，然后在捡青菜的时候，旁边丢的比较浪费。老人家去看一看，他也没有讲什么，跟我们大家一样吃饭，吃一吃，结果当天的晚上，因为佛院8点就熄了，我觉得站在那边听，奇怪怎么会有声音，啪啪啪，好像在打墙壁的那种声音。我也想说这是什么声音，然后就出来看，找不到那个声音，好像是从感恩耳出来的。去问前贤，说：“那个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有对面飘飘飘的声音呢？”结果那怎么讲呢？我说：“那个三才来讲说白天我浪费了那个水果，那个果菜叶浪费了，老前人自己张嘴帮我们消灭。”那一年老前人90了，一个小破学在张嘴各位先生，今天这个班不知道我们前人，我们的点人师在上面担了多少罪，担了多少，帮我们担了多少，所以大家可以安安稳稳。今天晚上睡觉前，各位先生自己反省一下这几年
那哪些事做对了，哪些事必愿归老？要不然这样子一年一年过，对，你即使拖一辈子，你也不会成就。那今天或许简单用自己修办的一点经过，跟各位前贤算是战战兢兢的然后希望各位前贤不要学后学的一个榜样。当然，我们都知道天人师的会学觉得，我们不敢讲，我们可以把道光大到什么样的地步？那希望各位前贤我们做到一点，我们不要反道来的，不要让道因为我们而蒙羞。这样子，希望各位前贤我们大家清清白白的做人将来都可以真正回天复命谢谢各位前贤，讲不圆满的地方，后求先佛慈悲赦罪。再请点燃师多多帮忙指正，谢谢各位前贤。